2礼拜俺的18了解的来妇女国际艺术节的内容，相信贵多观众如同俺的享用，贵上会去看哪些呢？一场艺术节由春天、热天、秋天3早展期，加风落由3早半日，时间绑长的也是得暑假人潮，也都许多的那唔会那唔好。台湾也按多年来也会实行用艺术的方式来发展草地艺术，也算办艺术节按你嘅发通。不过戏场看唔到，像日本的来妇女艺术节，也算代替艺术节按你嘅效果，还不是为本人高在讲编制的，讲我台湾都做唔到。有农会做唔到呢？实际去日本参加嘅台湾艺术家韩国游客，亦能感受到嘅乜嘅，向下嚟了解。天蓬空南南调调，要为4、5千的不论人员，屯飞起的福田小学的教师，打扮做冲坚强的大会，也是台湾艺术家用威廉的小跳导航展出的作品不论海。正式展出前，用威廉的动体攀内蓝染工作坊，同在天人交流。他们对蓝染不陌生，因为日本的蓝染也做得很好。他们其实也没有真正亲手做过，所以他们做得很开心。然后有妇女，然后也有小孩这样子。然后当他们自己做过以后，他们再来看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会多了一份情感，就会知道说，哎，你这是怎么做的？这样就会很有兴趣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交流是蛮好的这样子。跨越国境海计划当中，才是客团演出的时节，可用5层上岸作为5算，就会有风多名家事，其实条蛤蟆本蛋并冇入出去。人嘅劇團來時咩，要認識又係我之生，而本身就要船，要船咩，漁船咩，他就同佢講，你們再嚟參加啊，你就可以能漁船出來，他就叫他來參加。我們跟這邊的島民的居民非常的一個很好的關係。那這個關係從哪邊可以發現呢？從那些70、80歲老太太、老先生帶着他們捕的魚、種的蔬果來給我們吃，這件事情就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棒啊！那我說這個島漂亮的不只是它的風景，還有它人友善以外，就是關係非常好。從見體無共用嘅導航出現，藝術家如同在天人相互交流，也就是來婦女國際藝術節按到藝術家愛作為一項事，用各種嘅方式同在天人結合，建立關係。唔單淨係藝術家一個人，我就團隊創作完成過後，就同地方全無關係本地利。我覺得要看的並不是藝術品而已，而是要跟當地的居民、跟行政人員、跟策展人、跟很多團隊來討論，為什麼這個作品會在這裡發生？為什麼還會除了這個藝術品的展示之外，還要做民眾參與，還要做這個實務的交流，還要辦研討會？我覺得這個策略啊，是我們值得學習，而不能夠只看一個藝術品，就認為這類似的藝術品可以找到偏鄉，也許有類似的一些這個風景點哈。去把它呈現出來，那個是嚴重的不夠的。台灣也按多年來未用藝術建立空間的方法，為藝術團生活融入鄉下，主從社區參加團交流，為交換起民眾對土地環境的認同。咁樣嘅話一直看唔到，從日本來婦女國際藝術節，也係代替藝術節用嘅效果呢。台灣所做的，也許一方面規模小，而且籌備的時間不夠。那我們的會計呢，就是每一年執行一次。那麼而且都是在下半年這個經費才出來，然後在很短的期間之內就要結案，所以然後到下一次也並沒有一個小組不停地在做社造啊，而且在繼續的這個執行中啊，所以就為下一屆做準備。
他们想要重建他们这些村落的决心，我觉得比我们大很多。那像直岛啊等等的这些岛屿，它之前是一个被废弃，放了很多日本本地不想要东西的一个小岛屿，可是后来因为这些人他们决心想要整建这个地方，然后并且也找了很多人一起来帮忙，把这边打造成一个很多艺术家都会想要来这边设置他的艺术作品的一个重镇。我觉得这样子的决心跟这样子的毅力是台湾其实目前比较少看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差别。艺术家林順良連沙參加嘅一號持有台體藝術節、來赴女國際藝術節，喺台灣嘅共同藝術作品未幾多。伊講台日兩國最大嘅所長係看嚟重建幕。那我看到他们是把时间拉得非常长，他们非常有远见。他们想说，他跟我讲说，他说令嫂，你知道200年后那个月后气会变成怎么样吗？他谈到是200年后，他不会活200岁。你懂我意思吗？他会谈200，我们常常不谈200年后，我们就谈4年后、2年后，然后很多事情都中断，然后就改变就中断。没有，他们是把整个的事情就一直传着，一直延续。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对我们自己台湾人要深刻的反省。台灣攀嚟改道嘅藝術節，上海屯改草地嘅鄉鎮發展起來，有藝術家行落去看，發現主辦單位接從打開白炮樣嘅似意思嘅通路，將喺表面做來鬧熱好看，請注意一到人去參加去看，成為陳日屯蔡天然嘅互動。本但想法改好嘅藝術活動，就喺亞種後白嘅過程當中，冇睇嚟伊嘅意義。也去台灣吼做動作也，唔係講嘅地方嘅藝術節啊，也係講用客家人咧講到講這桐花季啊，嘅較多吼就會講味道可以吸引人，啊，然後呢那個藝術的表現就會被減少，然後社區的互動就會被減少。就是為了做一個比較熱鬧的，就好像煙火，台灣喜歡放煙火，放煙火呢，你很容易吸引很多人來，然後呢就很，好像你就在因此呢你就好像也可以交一個業績，表示說，哎，你好像有更多的這個人氣，也做飯吼就會懂個表面啦。人家日本這擺吼，也是個來府內海也大地藝術節，基本上吼就會同宗師、青宗師也沙起，咩青宗師沙起同藝術家的專業的連接。故說講，個安尼觀念吼，佢掌握得很好，啊，佢全部用安尼觀念去做嘅藝術節，啊。你參加時，你就會講感覺到哦，佢一條就會較有嘅安尼較深層嘅計劃啦。可是我覺得，當然，以台灣的這個目前文化的內涵來講，只要這個參觀的人數多，就是成功。那他們也是非常的成功。如果以我們的標準來講的話，好像是成功了。可是我覺得未來性、發展性，好像那個空間不太夠。我們是不是應該預留一些可能性，讓未來的機會可以發展，而不是說局限於目前的這樣的形式？用嚟當按到成功嘅藝術之路，每日來嘅天用嚟按到成功。來府女藝術節條下馬，不過喺上海潛規按到老人家嘅小用團法啲，拍出係按簡單，一直冇改變也簡單嘅想法。多數法通除開係蔡天然做主角，負責帶頭嘅北川虎郎，佢清楚以外嘅係乜嘅，就算係細細嘅導航，冇遇到嘅人。拍藝術之前，還係佢出現嘅團蔡天然講歡迎，法通結束嘅，要會調查蔡天然賣希望。下下上等呢唔係觀光客，係蔡天然。
台灣嗰度嘅法通人路嘅爭議講，考崩八談黃尾，農業過後就好，看唔到10年、20年、100年過後運用嘅。喺個未從二定用嘅，屯菜天然看做係主角，佢冇聽錯就唔會本人知道做到不得不切，就真係嘅。